咩问题？一朝咩波客栈？侬客栈会咩话？行有面面当中，侬客栈会咩话？咩话是客栈？三个波出面头，侬学当转多。三个波，三个波，三个波，出面头，罗当，罗，罗当，转多。传道，就呀朝宁波转工走，转就朝宁波转工走转工走。三个波，出面头，罗当，转多传道，就朝宁波转工走。三个波，这是个门，四个门。出面出去，头就是到，罗当各个地方，当这地方。转多传道，就朝宁波转工走，转就是工作就是一起做工，转工走。三个波出面头罗当，转多就朝宁波转工走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